请揭牌！台南市野生救伤中心顽皮事业站正式落成，谢打破掌声。台南市野生动物救伤中心4月20号伫顽皮世界举行揭牌典礼，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典礼，并感谢顽皮世界推动野生动物保育贡献，希望透过公私协力合作，甲国际接轨，一同守护野生动物。顽皮世界除了是一个最优质的企业之外，也是最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因为我们知道人会生病，动物也会生病啊。好，那以前顽皮世界的动物检伤中心都是照顾园内的这些动物，而且有成绩斐然，成果斐然。但是除了独善其身之外，也能够兼善天下。除了照顾好我们园内的野生动物之外，也能够跟市府合作，跟农业局还有跟农委会特生中心合作，来成立正式的动物医院。顽皮世界总经理张维明表示，园区耗资数千万打造的动物病院，除了负责治疗园区的动物以外，也接受市府的委托，共同协助救治受伤野生动物。未来也持续甲市府携手，让台南市不只是人类上适合住的城市，也是野生动物上会当安心休困的所在。我们购买最好的设备，聘雇最好的人才，希望让顽皮世界的动物们呢能够获得最好的医疗照顾。但是呢，我们常常在想，在我们园区外呢，还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们，他们面临了大自然环境的改变，还有人为开发的一个破坏，他们是不是也一样需要医疗资源呢？所以呢，我们接受市府的委托，开始救治这些野生动物们，希望让他们能够获得一样的妥善照顾。我保证，我们顽皮世界的兽医们一定尽心尽力，因为呢，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2年的时间，我们经过了很辛苦的一个经营，展现了一定的成果。很荣幸的，我们顽皮世界动物医院在今天正式成为台南市野生动物救伤中心的一员。顽皮世界呼吁民众，若是伫野外拄到受伤的动物，会当先保持冷静，确保家己安全后，搁观察动物敢是有受伤需要救援。若是有救援的需求，会当拨卡各县市政府市民专线，或者是农业局电话，让专业人员透过电话掌握动物状况以及救伤的地点，莫轻易靠近动物。大家做伙来做动物的守护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